所以我心中也是一种很奇怪的矛盾。好，讲错话了，乱讲别人。本来差点讲到王宏恩啊，那个啊，我没有夸他啊，很坏上半场的表演差不多要结束了，那个刚刚有睡着的请七洗把脸。我们还有下半场45分钟要撑。不过你们是被强迫来买票的吗？还是你们是愿意的？还是没有愿意还好？我希望是真心的。为什么要讲到真心你才会尖叫呢？好，那所以说还是唱中文好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演呢，其实有一次机会去香港表演。刚好我国中有一个偶像，我很喜欢一个偶像叫郭富城，知道的吗？但我也没有买过他的专辑。我那时候太穷，国中生在乡下怎么可能买得起？我只有买了他的海报，还很贵呢，30块那种大张的，然后他是这个这样的发，你知道那个发型吗？就是那是叫什么？妹妹头还是什么？麦当劳头，对，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哇，而且以前我们乡下又不能留长头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要留那个麦当劳头都没有办法，只好买偶像的海报，刚过瘾。其实出唱歌啊、表演啊，一直说要爆红，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因为很想要买地啊，本来不用买的，因为我们都一直喊还我土地，喊了半个世纪了，没有人还，只好用买的，买又没有钱，所以就出来这样骗钱了。出唱片表演都只是个幌子。希望真的可以做一点事情在部落里面，然后也更希望的是大家可以重新的认识原住民的现在的音乐或者文化。虽然你以前不认识，但是你至少现在认识我嘛，就记得那个穿短裙又有偶像梦想的来自阿美族的歌手就好了。对，阿布了。我不想太紧张，能别人离我远，但是你对我两只眼睛大了，我开始失去了主宰，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烈日的好，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两只眼睛大流浪，我开始失去了主张，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我想当作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我对你爱不完，我可以给
想当作心，却怎么也抓不住你。我对你